儲蓄保險嘅預期回報高達7%咧，究竟係真定假呢？首先我哋要明白，保險同定期咧係兩樣嘢嚟嘅，唔係一存落去咧就開始賺錢。咁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下呢個7%究竟係點計，或者你可以拎翻你啲舊嘅計劃書出嚟又計一計。要計算呢個回報咧，我哋需要用到 IRR 去計算嘅。咁 IRR 咧係評估儲蓄保險嘅一個重要嘅指標咧，全名就係內部報酬率。我哋只需要用到 Excel， 好簡單。假設你今日0歲開始供份儲蓄保險啦，儲5年，咁每年儲10萬，預期到18歲咧，我就一次過攞晒啲錢出嚟嘅。咁 Excel 咧就開始由1開始咧垂直填落去。咁第一年交10萬咧，我哋就填-10萬，如此類推啦，交咗5年。咁供完啦，等到18歲咧，中間冇攞過錢咧，就一路填0啦，一路拉到去17歲。咁18歲咧就跟翻計劃書上面退保嘅價錢填上去，去到下一行咧就填等於 IRR 括號，跟住就拉翻去第一行到第18行，跟住就刪翻去括號啦。咁啊點翻呢個更改嘅小數位後兩位啦，就可以睇到一個真實嘅報酬率啦，即係你由第一年儲到第18年攞錢呢個利率啦。咁依呢個方法咧就睇埋28年啦。咁你睇到28年嘅利率高咗喎，點解咧？咁啊其實就由於儲蓄保險咧前幾年係冇收益嘅，咁啊大概去到第8年咧先開始回本啦。咁呢個7%咧就由回本開始每年累加上去啦。隨住時間慢慢累積咧，慢慢去接近到7%啦。咁我哋睇拉到100歲睇睇啦。咁你睇到100歲嗰陣咧就有7.2%啦。咁就係佢宣傳嘅當中咁講啦。收益高達7%。咁當中呢個有個重點咧，就係呢個收益咧係預期收益嚟嘅，當中係包括咗非保證嘅成分。咁呢個情況咧，其實你係需要對比公司嘅實力啦，同埋公司過往公布嘅分紅實現率。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有用咧，請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俾你更多嘅朋友咧。有任何問題咧，歡迎喺留言區度留言話我聽。